接受。市长，你怎么看钟小平宣布要脱党，然后来加入柯家军，支持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他要脱党哦。对他刚才宣布要脱党，他没有说他理由。他是要挺你选总统，因为他认为如果蓝绿对决的话，蓝会他说就是不能让蔡英文拿回政权，他觉得只有你出来才能够。然后国民党找不到方向。对，他说你出来是中华民国什么保卫战。有没有其他问题？他说只有你才可以领导台湾，希望由你来拉下蔡英文。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我回去想想看好不好？非韩不投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在玩火？挥韩不投，对，民进党挥韩不投，因为他们希望韩国瑜出来选。这个老实讲这个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因为我们初选就这样大家都因为初选透过这种宣传广告，大家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是哪一个党要初选，就另外一个党的都想要去干扰。我想最有名是换柱那件事情，那个柱姐的民调可以到40几%，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这个就是，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你知道政党彼此在玩对方的，所以那个是，我讲常常有成功的案例，你知道大家就忍不住想要再去如法炮制。所以你觉得这次初选会有影响？但是我看他动员的程度，不过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台湾选民也太，你说太贼也可以，就是说像是那个柱姐那件事情，那个就真的实在是太明显了嘛。那个民调，我们都看到不可能有这个民调，所谓到超过40%呢，那这就很明显，一定是绿营一面倒灌过去嘛。那这个就，所以有时候我呼吁一下我们台湾的选民不要玩火玩过头，对不对？好，上下午。